自从2024年5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受拯救的性命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72篇第1节到20节。所罗门的诗：上帝啊，求你将你的公正的判断赐王，求你将你的公义赐予王的囝，互伊为照公义审判你的子民，照公正判断属你困苦受压制的人。愿大山带和平予伊的百姓，愿小山予因享受繁荣。伊会替百姓中困苦的人伸冤，伊会解救散赤人，会拍碎压迫者。愿因敬畏你，日久月深，直到万世代。愿王亲像雨水落伫草挂了的园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伫伊坐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日边久享受大和平。伊会掌权，对这个海到迄个海，对大河直到地极。一日旷野的人会跪倒伫伊面前，伊的对敌会完全降服。他施甲海岛的列王来正讲，西巴甲西巴的王来献礼物。愿列王拢拍落拜伊，万国拢服侍伊。因为散赤人求救的时，伊会救因；困苦无依我的人，伊嘛会救因。伊会怜悯困苦散赤人，伊会拯救困苦人的性命。伊要救赎因脱离压迫甲强暴，伊看因的性命做宝贝。愿王万岁！愿意接受西巴正讲的金。愿百姓时常为伊祈祷，规日祝福伊无停。愿这个土地五谷丰收，满山坪有麦穗，亲像黎巴嫩的树林遐尼旺。愿城内人亲像地上的草，茂盛兴旺。愿伊的名留到永远，亲像日头久长流传。人会因为伊得到福气，万国会称伊有福气。即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只有伊行奇异的事，应该受称赞。愿伊荣耀的名永远受称赞，愿伊的荣耀充满全地。阿们，阿们。亚西的囝大笔的祈祷到这结束。受拯救的性命。敦刻尔克大行动是根据事实改编的电影，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德军用闪电战术，甲英国和法国40万大军围困伫海边。后来，德军竟然错过最后致命一击的机会，要家己种下败因。为虾米会安尼？库勒的祭司戴特使徒哈维尔一语点出，关键是祈祷。历史哈维尔少年的时，因为怀着淘金梦对英国去到美国，伫一片危机的中间，伊向上帝祈祷讲：请佮赐予我一遍的机会，我要甲性命奉献予你。后来，伊转去英国城做牧师，除了探工传福音、接待孤儿和家友，佮投入拯救受迫害的犹太人行列。哈维尔捌公开指责希特勒，指出伊是撒旦用来阻止全世界福音传播的工具。二战期间，
校会伫伊创办的圣经学院举行暗暝祈祷会，逐暗用5点钟不停祈祷。1940年英军互德军围困的时，校会伫祈祷会中间写讲：5月16日，荷兰投降的过当日，主已经非常清楚显明，胜利只会当对伊来，除伊以外无别个拯救。伊要伫即件事的顶面得到一切荣耀。伊使用军队，也使用咱，伫看袂到也伫看袂到的所在制服敌人。当当时，英国数十万青年互德军围困伫敦刻尔克，全国拢搭踮阴霾中，所以英国政府宣布5月26日做全国祈祷日，阁有计要踮即日展开海上救援。首相丘吉尔也会出席较长的祈祷会。意料之外，5月24日即天，进逼英军距离只剩10英里的德国大军，却接到希特勒本人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。这毋仅互英军得到喘息，也缔造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新热——敦刻尔克大撤退。诗篇72篇标题注明这是所罗门的诗，可能指所罗门写的诗，或者是指献予所罗门的诗。诗中通看见王的治国智慧，一位好王除了爱疼惜人民，用正义治国，用公平维护善车困苦人，也需要人民的大道。诗人求上帝甲公正驾驶王，赐予王有公义。诗人知影好王着安怎疼上帝、疼人民，也晓得上帝和人民安怎疼好王。这份关系偌尔啊美好，这也提醒今仔日的国家领袖，眼中袂当只有权位，也爱关注贫困者和受欺压者的需要。知影上帝看这个人的性命偌尔啊宝贵。对敦刻尔克大撤退，咱看见英国政府甲民间联手行动，齐心祈祷，最后将少年人对敌人的手中抢救回来。今日的教会和国家也常常强调下一代的重要，但是敢有具体的应用之道？借着本篇诗，愿咱对诗人的智慧、君王的眼光，也有人民为国家的祈祷得到启发，互咱做伙持续祈祷，相信上帝会互无可能变做可能。默想，今仔日的少年人互甚物危险包围？安怎抢救受困的下一代？今仔日的少年人互甚物危险包围？安怎抢救受困的下一代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互万事互相效力的主，伫这纷乱的世代，阮需要对你来的眼光去看见困苦人的需要。求你互忠正者会当用公平对待善车困苦人，互全国享受太平，全民共享正义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